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汪直。汪直。捉拿朝廷侵犯为夫，让一下。石林夫妇。哎呀，干嘛呢？走开！干了什么了？什么武士呀？啊，告发他们就往武士呀！我看他们是逃亡的。我以为可是谁呀？这，兵马哥，我知道他们躲在哪儿。把这里给我包围起来！快，给我抓！是。不得无礼！请副将，李大人并无反抗之意，我们别走得太难看了。好，给你面子。李大人，皇令如山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好。李维，你夫人呢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我的夫人早已经走了。把她给我看住了，给我松！你们两个松那边。是。都给我搜得仔细点。哎，将军，这儿我来搜吧。村里看看吧。把人给我带走！走！走！李大人，这是百道台命人为你准备的酒菜，吃了它好上路。 谢百大人厚爱。天下艰难，唯一死。然而死前有人送来好酒好菜，李某死而无憾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无法遵守诺言，和你一起把我们的骨肉养育成人，也再不能与你相依相守了。你要多加保重，以后的千斤重担都得由你一力承担。 别为我难过，别为我伤心。如果我还留一丝英魂的话，我会好好的保护你和孩子的。
子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时辰到，斩！死者已去，生者珍重啊！李大人，我职责所在，希望你能够谅解。你我虽不曾相识，可我能为你做的，就是敬上这浊酒一壶，和放你妻儿一条生路罢了。相公，啊，夫人，哎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这么晚还不睡啊？啊，我正想进屋呢。啊，来，坐下。你身子重了，夜凉路重，小心着凉。没关系。哎，这香囊是用绳结做成，好别致啊。你在哪儿买的？啊，这是一个朋友的妻子所做。那他肯定是送给我们孩子的，你替我谢谢他。好。娘怎么还没回来？紫云啊，紫云，来，快扶你娘。娘，哎呀，娘你怎么了？来，娘，刚才啊，你娘在集市上昏倒了，我就赶快把她扶回来了。娘，来，大嫂，慢点。娘，你舒服些了吗？子云，不哭啊！娘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？要坚强一点。李大哥，哎，你与紫云他爹同姓，自从我们母女在这儿落脚，你就把我们当家人一样照料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啊！哎呀，你就不要说这些了，大嫂啊，我马上去给你找大夫啊。不用了。啊？我知道自己已经是油尽灯枯了。哎呀，娘，你不会死的。傻丫头，人哪有不死的？只要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，娘就心满意足了。娘，李大哥，啊，这是我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银票，这里有60两银子，是我多年来
做针线活存下的。啊，请你帮我照顾好子玉，将来帮他找一个殷实人家，我也就干进不进了。哎，大嫂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紫云。你还是先好好安心啊，跪这就好了。子云，你一定要听李大叔的话啊！娘，不是为了你，娘也活不到今天了。子云，不管以后日子有多苦，有多难，你都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娘。让娘再多看你一眼。娘，娘，哎呀，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你不要死啊，大嫂，好啊你！我就知道你又钻这儿来了。我今天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把你迷成这样。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大嫂刚刚过世了，娘，你醒醒！过世了又怎么样？她过世了，你就不回家了吗？大嫂生前把孩子托付给我了，她的后事我还得……怎么？你连大带小的都扛肩上了？你发财了你？你能担得起吗你？你给我住口！大嫂生前留下了银票，你要愿意就留下来帮忙，你要不愿意就给我滚回去！你，哎呀！子云，不要害怕啊，大叔一定会照顾你，啊。